怡保嘅叔伯兄弟、兄弟姐妹，Salam bersih, Wanakkam，大家晚上好。今晚又講半夜場，又係最後一個，全部好嘢俾人哋講晒，我都唔知愛噏乜鬼。我講啲新鮮嘅俾大家聽。尋日我哋馬來西亞嘅總理，佢嘅名係叫納吉比，唔係嗰個雞髀嘅髀，佢係垃圾雞嚟嘅。嗰隻雞就講馬來西亞而家愛出名，所以打算用政府嘅鐳，用你老豆嘅錢，又拍電影，希望3年裏邊就攞到奧斯卡獎。事實上，馬來西亞而家都唔使拍電影，而家嘅怡保人都冇睇 TVB， 都唔使睇新加坡嘅 MediaCorp， 我哋睇嗰陣嗰班嘢做戲就得㗎啦，係咪？我哋而家嘅戲仲唔夠好睇啊？係咪？馬來西亞而家全世界都出晒名啦！如果佢將你愛拍戲呢，事實上呢好簡單啫。拍咩戲呢？拍嗰個好似台灣嗰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，我又換一換啫。那些年我們一起 A 得26億你好似我哋嗰個副首相尋日咪係講咯，係咪？嗰個副首相而家嘅名咪叫阿乜測屎阿乜隻西，係咪？阿乜測屎咪講乜嘢？測屎佢隻西我就唔知啦。佢插係就一流。佢講首相嗰個老婆嗰個身材45嗰個。佢講嗰個係完美嘅女人，完美的女人，零缺陷，zero defect 嘅女人，我就知道啦。This is a perfect woman with a perfect hairstyle。所以佢整一粒頭愛12蚊。你哋講好貴係咪？事實上你睇佢嗰粒頭1200蚊好平咯，幾艱難整你知冇？係咪？所以講馬來西亞如果真係拍戲第一步就拍啦，那些年我們一起 A 得26億。第二步就拍完美女人羅斯瑪。你哋唔好笑啊！我下個禮拜去法庭見佢啊！羅斯瑪咧，馬來西亞有1000幾萬男人，佢淨睇中3個啫。第一個公正黨嘅納菲茲，第二個個頭髮白白嘅火箭黨嘅潘展維，第三個我唔知唔好彩呀，好彩又俾你睇相。所以而家馬來西亞有3個人又俾首相同埋佢老婆告嘅。第一個納菲茲，第二個潘展維，第三個就小弟企住呢度。所以下次我食咖喱飯，你記得嚟談我啊！你冇笑得咁開心你哋嘅快樂係建築喺我嘅痛苦之上。